的社会新闻，国民党立委徐卡心大哥啊，翁某涉嫌替诈骗集团洗钱，被人收押禁见。面对徐卡心处理切割，即个因大哥的先生杜炳廷伫烟仔店的时也了讲徐卡心另外开设3个案件，即包括暂停即个声纹啊、摕人的好处啦，以及内线的交易，而且伊手中有犯罪事证。虽然讲徐卡心呢发声明讲无即个代志，爱检调赶紧去办，不过北检表示讲，基进党进前就告发，讲徐卡心已经列为被告，有关野了部分承办的检察官会做伙调查。洪阿弟看销售进前，佮一直咧看镜头。徐卡心大哥的翁婿杜炳廷牵涉到洗钱，洪收押禁见。清者自清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不问徐卡心切割，杜炳廷无被吞准。顶个月底伫烟仔店讲伊和徐卡心是无血缘的亲人，政治人物就是安尼。除了当众人的面对对方起笑，佮也了讲徐卡心另外收人好处。占南写文甲内线交易的案件，甚至手头有伊犯罪的事证。这个徐小青就是整体的胡说八道，也引起了他们自家的一个亲人就是很大的一个反弹。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，而不是一天到晚胡说八道，然后不断的一个切割。罗慧湾去年伫0年立委初选的时阵，去互徐卡心也了讲伊论本抄袭。叶先生台中市检科会主委刘干礼，幕后杜炳廷共案被告指控提供黑资料，涉嫌介入民进党台南市立委的初选。文字回复给你好不好？因为我开刀之后声音才没有恢复。刘干礼自称讲，伊无用公家资源，或者是公务集权，嘛无行政不中立，希望唔通看一个影生一个囝。徐卡心也发出条声明表示，杜炳廷讲的拢唔是事实，更加无任何证据，检调闹疑问就爱赶紧来办。是讲针对杜炳廷的野料，那检察官伫知影新的犯罪事由，会当主动签分侦办以外，法官若是依照职权，麦当向检方来告发。徐卡心最近真有可能会红团起门威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